好，又嚟到咧3月份嘅例會時間啦。中心咧已經出咗咧4月份最新嘅活動表啦，大家咧記得嚟中心攞，或者咧可以喺 WhatsApp 手機裏邊咧可以睇到嗰個嘅網上版啦。咁咧都提大家喎，如果咧嚟緊咧想報一啲活動，特別係需要收費嘅話咧，咁嗰啲活動咧你哋都需要先續咗會。咁如果未做會嘅朋友咧，就記得帶埋會員證同埋21蚊嘅會費咧，就嚟到中心度續會啦。咁先介紹下咧中心嘅一啲嘅活動先啦。咁咧今期嘅活動咧就有2個活動咧係比較有多啲嘅名額嘅，咁所以咧都同大家宣傳一下啦。咁咧包括咗係4月15號，我哋咧有一個生日會喎，福康賀生日，咁咧就會喺廣福社區會堂，係啦。咁今次咧就會同4月至6月嘅生日嘅朋友咧就慶祝嘅。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就記得嚟中心填翻個抽籤飛報名啦。咁另外咧，我哋咧今期咧就好想咧新嘅年度咧招募新嘅義工朋友。咁如果有興趣嚟做義工，無論你係新義工、舊嘅義工都好啦。咁我哋喺4月30號咧就會咧有一個奇異啟動日，係啦。咁咧都歡迎咧新舊義工朋友咧都過嚟咧了解一下咧中心嘅義工嘅系統啦，義工嘅服務有啲咩內容嘅喎。係啦，咁講得義工咧，顧名思義嚟緊咧，梗係有啲活動想揾你哋幫手啦。咁咧就中心機構咧嚟緊有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啦，咁咧就大家記住咯喎，就係5月10號嘅賣旗日啦。咁咧喺你嘅月表裏邊咧都會見到呢個消息嘅，係啦。咁啊嚟緊到時咧就需要咧大量嘅義工咧就幫手我哋係喺大埔區裏邊去賣旗啦，同埋咧都希望咧籌款咧可以咧籌得嘅款項支持我哋機構一啲冇政府資助嘅服務嘅。咁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咧就記得喺今次嘅抽籤飛裏邊咧都可以剔埋嘅喎。好，提大家咧，月表裏邊咧，亦都有最新一期咧班組嘅活動報名嘅資訊喎。咁咧就因為嚟緊新一年度啦，咁所以咧都提醒大家，我哋中心嘅班組咧係分咗1年制同埋一啲咧普通嘅班組嘅。咁包括1年制嘅班組咧就有手語啦、水墨畫啦、小曲班同埋咧小吉他班嘅。咁呢4個班組咧，1年制嘅意思咧就係咧由今年2025年4月到2026年嘅3月咧為之1年嘅。咁有興趣嘅朋友咧，今年咧可以報名。咁如果喺每一季裏邊咧上堂咧嘅出席率係超過70%嘅話咧，咁係可以優先報下一季嘅，咁就為之一個年度。咁咧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就要留意翻啦。咁另外咧就係其他嘅班組咧，我哋就不設1年制嘅，咁咧就每一季咧就會再次嘅抽籤報名咁樣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如果有問題喺呢方面查詢咧，都可以同我哋同事問翻，好冇？係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今期嘅月表裏邊咧，亦都附帶咗一份嘅文件啦，就係關於咧長者福利之多點嘅。係啦，咁亦都關於大家，譬如一啲長者嘅一啲津貼啊，或者咧一啲嘅車費嘅優惠啊，大家可能最關注就係2蚊車啦，係咪？咁不過都想提醒下喎，因為咧嚟緊咧政府都會就住呢一個事項咧有最新嘅公佈啦，咁可能都要去到9月份先有最新嘅措施。咁呢一份嘅資料咧就一切咧都要以政府嘅最新公佈為準嘅。係啦，咁有乜問題就隨時再聯絡我哋中心啦。好多謝晒大家，拜拜。